来关心联合国难民署发布年度报告，讲到去年底，全世界有老无厝的人比顶一年增加1900万人。那难民署嘛估计讲，因为这阵苏丹的内战，到今年5月份，全世界有老无厝人口已经超过1亿1千万人。联合国难民署在当地时间10时发布年度报告，指出到2022年年底为止，全球因为战争、迫害、暴力甲侵犯人权而造成的流离失所人口达到1亿840万人，比2021年增加1980万人，是有史以来上大增幅。不过，在2023年，被迫离开家园的人是更加多。由苏丹政府军甲武装团体快速支援部队爆发内战，联合国难民署估计，到今年5月，全球被迫流离失所人口大约有1亿1千万人。The majority of the people that flee not to rich countries, but to countries that are either poor or middle income low or middle income countries. About 76%. 联合国难民署进前讲，到去年10月为止，保守的估计大约有100万人走离开苏丹。有内乱，苏丹可能也衍生出人口贩卖，也是非法的武器，世界拢是这问题。وضع هناك صعب. هسه حاليا ذاته الضرب شغال. ليه هسه حاليا؟ السودان بقت قاعد مرة واحدة. 联合国在6个月内已经向各国呼吁，来筹募大约4亿7千万块美金援助苏丹。不过到这阵，敢若得到1%的资金的援助。格兰迪讲，需要更加多国际资源加责任公平来分担，好这难民会使有尊严回去故乡。另外，联合国难民署也指出，全球46个上界无发达的国家占全球 GDP 无到1.3%，确实收容20%以上的难民。为伫黎巴嫩加叙利亚难民营内底，难民讲有联合国援助金被削减，即阵1个月敢若使摕到大约20块美金，相当614块代票补助，而且只用个支付部分的租金，也毋过伊也有4个囡仔爱饲。Our expectation is that it is going to be difficult in terms of resources. This year, what we're asking for is close to $3.8 billion. In terms of all the frameworks that apply to try to help both Lebanese and Syrian. 为此，后面召开会议就无资金，目标是112亿美金。不过，领导事务官员讲，这目标可能无法达成。公司新闻新闻配编译。